而家我哋一齊嚟眼睛做乘數，睇下呢一題啊。2、3得6，1、3得3。好，到另一題啦。3、2得6，4、2得8。好，再睇下呢題。3、4、1、12，進1捨2。5、4得20，加1，呢度有個1啊，就係21。6、3、1、18，進1捨8。4、3、1、12，再加1係13。6、8、48，進4捨8。1、8得8，8加4係12嚟嘅。如果熟習咗眼睛做乘數，你做除法嘅時候就會順利啲㗎喇。呢度有個例子，39除以13，咁我哋列直式39除以13，望住13，我哋可以諗13比較接近10嘅，咁我哋可以諗10乘以啲乜嘢最接近39呢？不過我哋要諗13呢係大過10嘅，咁所以我哋試商嘅時候呢，就唔好試咁大啦，因為呢13乘以一個相同嘅數呢，一定會係大過10乘以嗰個數嘅。咁如果我哋呢一個數嘅話，10乘以3就係等於30嘅，但係10乘以4呢，就變咗40噶咯喎，咁呢，就一定呢唔能夠用4去試商啦，咁啊用3去試，3、3得9，1、3得3，記住呢一個部分呢係要眼睛做乘數嘅，咁答案係冇餘數，係整除嘅，所以答案就係3。呢度有個例子，165除以42，咁我哋列直式去計。首先望下16，咁42唔能夠乘以一個整數去等於16嘅，所以我哋就要睇165，咁即係話我哋要諗42乘以啲乜嘢係最接近165呢？咁我哋可以將42諗成40乘以啲乜嘢最接近165呢？咁我哋可以諗40乘以4係等於160喎，因為4、4、16再加個0就160啦。但係要留意嘅係42佢本身係大過40嘅，咁即係話如果42同樣乘以4呢，有機會會大過165。咁我哋可以唔好咁進取啊，我哋試下40乘以3，咁係4、3、12嘅。咁因為個位呢度仲有個2嘅，咁可能呢會比較適合啊。咁我哋用3去試，2、3得6，4、3、1、12。記住呢一個部分係眼睛做乘數，然後減咗佢，咁呢答案係39。咁同時我哋都觀察下啦，39係咪4個42呢？如果係呢，呢個餘數就係啱嘅，答案係3餘39。